網上購物已經成為唔少人生活嘅一部分，網上騙案亦隨之不斷上升。根據警方公布數字，網上購物騙案中佔最多嘅商品包括演唱會門券、主題樂園門券、電子產品、電器產品、食品、健康餐以及酒店套票等等。喺一般嘅網上購物騙案中，騙徒可能會假扮成賣家，以特別優惠或者一啲稀缺嘅商品作招來吸引買家。佢哋會要求買家先匯款至指定戶口，並喺收款後失去聯絡。騙徒亦有可能會假扮成買家，以虛假入數收據作匯款證明，又或者將未能兌現嘅支票存入賣家戶口，營造虛假嘅入帳記錄，並喺收取貨品後失去聯絡。呢啲虛假嘅社交購物網站咧，通常會有以下幾個特質：首先，好短時間，佢有好多人讚好；第二，佢用咗好多嘅廣告去推送；第三就係讚好嘅人咧，好多都唔係香港人嚟嘅，而佢嘅產品咧，今日、琴日、聽日都唔一樣嘅。想喺網上安全購物，除咗可以透過有信譽嘅電商平台進行支付之外，仲有邊啲地方需要留意，避免中招呢？就住預防網上購物騙案，警方建議市民去光顧一啲信譽良好嘅賣家，留意負評，並且盡量去選擇當面交收，亦都係應該盡量透過啲官方嘅銷售渠道去購買貨物。而喺出售貨物嘅時候，唔應該單憑入數收據就相信付款完成。如果有任何懷疑嘅話，可以用防騙視伏 App 去評估詐騙風險，或者可以致電我哋嘅1822查詢。